中醫話咧，呢種咁樣嘅暑濕物就特別易傷脾。中醫養生學上邊認為咧，長夏咧就要養脾。咁唔單止咧，成年人要養脾，細路仔咧更加要養脾。冇錯啦，我哋今日就開出以呢個雲苓為首搭配杞子嚟嘅煲豬瘦肉湯，介紹俾最需要嘅小朋友嘅。所以今日要為大家推薦嘅係一款茯苓杞子煲豬瘦肉湯。小朋友咧好容易咧就會消化不良啦、胃口唔好，甚至乎會肚屙等等啊。咁好多家長帶自己嘅小朋友去睇醫生嗰陣時，醫生就會話：你呢個小朋友嘅脾胃功能咧就爭啲喎。咁呢度所指嘅脾胃咧，並唔係話現代醫學入邊所講嘅嗰個脾同埋胃嘅喎。咁中醫指嘅脾胃咧，就係泛指整個消化系統。咁中醫話咧，脾咧就係氣血之源。後天之本，咁喺盛夏秋暑嘅時候咧，好多小朋友咧中意飲嗰啲冰水啊、雪糕啊嗰啲冷飲，咁啊尤其咧就容易傷脾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係用雲苓杞子煲豬瘦肉呢個湯。雲苓咧，佢最大嘅特點咧就係性味平和，有健脾滲濕同埋利水安神嘅功效，尤其係對於嗰啲脾虛啊、濕性嘅體質啊，調理上邊特別有效嘅。咁今日咧再搭埋杞子去煲瘦肉區啦，咁呢啖湯嘅味道係相當之好嘅，就只啱喺長夏嗰陣時咧養脾用，兼且咧呢啖湯咧唔單止啱小朋友，大人都好啱嘅。快啲嚟記低今日嘅湯譜咯喎！需要茯苓40克、杞子20克、豬瘦肉400克，仲有生薑3片。咁講到小朋友補脾胃嘅話，其實我哋建議大家咧不妨去俾多啲嘅粟米啊或者大米俾小朋友食嘅，因為呢啲主食咧就可以起到一個健脾胃嘅功效。而至於蔬菜上面咧，我哋又不妨去揀少啲好似番茄啊、蘑菇或者扁豆諸如此類，因為除咗佢哋可以健脾胃之外，仲可以利質，最關鍵仲可以開胃，幫助小朋友促進食慾㗎。但係喺呢啲咁熱嘅天時咧，所有嘅爹哋媽咪都要注意，一定要俾小朋友多飲水啊，因為咧補水係最重要嘅，因為小朋友嘅新陳代謝比較快，如果一旦缺水咧，對佢哋身體機能會產生一定嘅影響嘅。而白滾水咧就係對於佢哋最好嘅選擇，唔單止可以補到水，而且仲可以幫助散熱添啊！將所有嘅食材一齊落瓦煲，大概2個鐘之後，今日嘅靚湯就煲好㗎啦。而今晚嘅有獎問答就係中醫上嘅脾胃指嘅係乜嘢呢？ A 脾 B 胃 C 消化系統。答啱嘅朋友就有機會獲得由寶光大道有米氣酒家提供嘅餐券。屋企住喺環